纯纯小姐，这玫瑰花送你。多谢。你今日免上课？对啊，我今日免上课，所以我来这啉咖啡听歌。你先坐啊。嗯。邱先生，邱先生，你也无爱入来坐？我写一条歌吼，要摕来互你啦吼。老good good。杨玲讲写的词啊，我写去啦。雨纷纷也路滚滚。哎，袂歹哦。是词写了袂歹吼，曲嘛袂歹啊。真实的吼。邱先生，敢毋捌写过曲？我袂晓啦。我是迄个歌戏班校长啦，有大贡献的啦。我甲迄个沙洞啊、陈冠华吼做伴奏啦。去涂曲的时阵，甲一个日本乐师甲伊头学的啦。你客气啊，你对这种小调写曲吼，确实袂歹。去盘顶吼，莫写我的名啦。莫写你的名，是安怎？我会歹势。有啥物好歹势？互人知影你晓做曲，安尼毋是真好咧？唔好啦，莫啦。好啦，无就照你意思，莫写你的名。多谢。无安尼我先来啊。顺行呢？多谢。顺行。部长，头一批要落歌，你敢决定啊？我已经决定啊，你来看。我选是4条啦，这条半夜调，海边风。哦。这条是林清我写的词，我做的曲，月夜优秀。我知。搁这条老骨骨。老骨骨。我哪会无看过？好听呢，谁做的啊？这条是严连公做的词，曲是我做的。胡先生，你实在牛呢！像月夜优秀这种高雅的曲，你会晓做；这种老骨骨小调，你嘛会晓做。我实在足佩服的呢。无啦，无咱就决定这4条啦好啊。第一批就这样决定。好。先生，安尼偌济？多好1箍。来。多谢。最近无出新曲盘？可能要再过1阵嘛。但是要依图曲录音。无确定的呢。若有出新曲盘，要我通知哦。一定。好，安尼我先来走。好，多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你还袂要转休困哦？我要关店啊呢。我钱还袂互你的。无要紧啦，你先转休困，叫阿妈，后边来才做伙算。
孙孙，我会使安尼叫你无？会使啊，你想要安怎叫就安怎叫。你会使做我的女朋友，甲我做伙无？你莫后白讲啦，我比你较侪岁，哪有可能做你的女朋友啦？明仔载搁爱上课，紧转休困啊！紧转休困，我要关店嘛哈。孙孙，紧转休困啊！哈。孙孙。哎，少年诶，你嘛拜托诶！啊，即个我爱你，我已经听4、5工啊呢，请到一个耳眼咁要臭伊人啊，换别地啦，好无啦？啊，头家，搁讲一届就好啦。好啦好啦好。大家这个是啥物歌？哦，即个啊，这个叫做我爱你啦，纯纯演唱的爱情歌，就好听的哦。我要一个。这，我走。就好听的，保证好听啦。攞来攞来。多谢呢。头家，你看，水棒就是有人要买，我看你还加真几块啊，若无良米无够卖，是要安怎啊？啊，做生意我都搁予你教，啊，这个我都嘛会晓咧，啊，你甲我教。来啊，先吸盘来。哦。哎，什么歌？老骨骨啦。我攞个过来。哎，这个阁好听哦！哎，melody你阁好，哇！卖要进嘛，要进这个，这个一定足好卖啦。是咧偌好卖？哎。这一首什么调啊？我西乐器，我中乐器。唉，这条我留个做凊彩啊。これどこがいいんですか？中华商讲真侪人要出门呢。多分面白いだけ買ってみるんじゃない？我感觉还阁有别的原因。讲。就是俗啊，这一地才变色尔。8000か。安いだけ売れるんじゃない。コロンビアもこういうものを作りますか？え？咱也是考虑甲价钱降较低咧，一定有人欢迎咱会社去搬卖了伤贵啊。兔先生，我感觉上要紧的毋是价钱的问题，是有好听无？这条歌是小调，有淡薄日本味，简单好唱嘛，真好听，所以才袂遐好。想袂到张福兴学西乐的会当写出这款的小调。这是毋是写的，嘛真歹讲。哦，这是我咧摇的啦。因为较早伊写的歌，甲这条 style 差真济。这可能是无想要出名人写的。よし，为即马开始，鼓点甲内底去搬，咱一个都卖
1块2仙。本岛的流行歌曲甲歌仔戏，一地甲因同款，8仙。わかりました。以上だ。テントから受けた注文は4枚合計で11500セットもありました。我今仔早起食到台北中华商的订单，也阁要算在内咧。けど最初からこの成績はなかなかのもんですが、コロンビアと比べたら良いとは言えません。長部長、はい。コロンビアでは一番売れてるレコードは何ですか？是有雅会吧？じゃあウヤウェの売り上げは？差不多3万瓦吧。我が偌济？33050で。工場略地で敵を知り己を知れば百戦やうからず。这毋是恁三国演义之中自觉孔明的话吗？所以咱要赢哥伦比亚，咱可差真远的啦。社長、やめさせてください。戦争はまた始まったばかりなのに、あなたはやめてんですか？私は責任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初めての発売にこんな良い成績を出せたあなたこそ一番ふさわしいと思います。但是你缩短制作的时间，乐团练习需要时间，时间若无够，就影响到品质。另外，我做曲甲唱的歌嘛无受欢迎。你是讲越夜游想卖了无好，敢会是词曲伤过头浓啊？这就表示讲我无适合这个市场，所以请准我时机。你树玲哦，点点食3公半，毋捌听讲会晓做曲，啊，搁一困做2块加半啦。迄是吼，笑啥吼，看会起啦，啊，大家毋敢嫌啦。笑啥？即款的眼光哦，再捌你即款人才啦。所以讲哦，这好马经人骑，这胭脂马哦，嘛会当着关老爷啦。啊，哎，笑啥吼，讲哦，伊要录这条的时阵吼，我想讲是伊讲毋对，还是我听毋对的？哎呦，秋林啊，你实在哦真无胆，啊，家己写的歌毋敢挂名。无啦，迄拢我甲害的啦。伊个歌写好吼，偷偷摕我看，结果我佫甲闹亏呢。哎，歹势呢，大师啊，甲你认错的。你嘛真对啦，上辈子为即摆起吼，你爱对家己哦，较有信心的啊！啊，来，有得你，来，多谢多谢。哎，啊，你敢无感觉这曲盘哦，听起来不错？哎，林秋啊，你安尼袂堪要看人好，啊，吹空吹芳嫌东嫌西。无啦，我是讲正经的啦。啊，你想看嘛？这张福兴哦，伊是全台湾第一个留学日本的音乐家呢。啊，伊做出来的曲盘，哪有可能甲咱安尼尔？是不是？林秋师哦，讲了无毋对。哎，校长，这种的曲盘哦，我嘛无法度接受，所以讲我临时就无做。啊，你死一啦！啊，真无彩！我拄有一个足有才情的少年家，想要推荐予你讲。哟，啊叫啥物名？伊叫陈达如，才18岁尔，好，迄书写甲写叫。啊，我这拄有伊写的物件，来，你甲参考看觅。